常推行三施：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财施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要布施我们的钱财，不论是布施我们的钱财、布施我们的时间，去帮助别人，或者是去捐赠物资给别人使用，或者是像是法师啊，就像后学现在在分享这一堂课程，或者是我们平常跟朋友相处啊，或者是跟亲戚相处啊，都会笑言笑语啊，然后会鼓励他人，让别人的心境可以从负能量转为正能量，这都是法师。那无畏师呢，就像是很多的贤贤都会回到佛堂，然后帮忙打扫环境啊，然后或者是帮大家煮饭啊等等的。那无畏师呢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志工最常做，也是最常说的无所求。那么呢，就是老师有说我们帮助老师，老师就会帮助我们，不是条件交换哦，这个叫因果循环，就是我们常说的，我们种因得果，种苹果得苹果。那上天就是一个大天体，我们的心念只要是正向的发出去，总有一天这个善念就会回到我们身上。对，那我们今天不断的帮助济公老师成全众生，那我们总有一天，这个众生这个善念总会回到我们身上，那我们最后呢，就会回到弥勒净土一起相遇哦。那再来呢，老师跟我们说，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当人间的菩萨。那为什么我们成全众生、度化众生、修行这事情会这么的重要呢？在济公老师有在修心修道篇的一个讯文上面有说到，我们今天成全众生不是后面这一段告诉我们说，虽一人谨系多少苍生性命，看重自己不需要彷徨，不需要受到自己的爱障，树立一条正确的目标，让千万人安安稳稳的直上，让千万人沾到慈惠之光，让千万人沐浴在天恩的浩荡，让千万人了脱这苦海的汪洋，让千万人的九泉七祖一起沾光。对，因为呢，度化这众生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们而去做，而是为了别人。因为我们一个人，只要我们能度到任何一个人，他的缘分他的缘分好不好不是问题，但我们有没有心要去度化他才是重点。因为我们一个人如果可以把一个完全对道场不相关的人，或者甚至他对道场的理念不合，甚至就是他的状态也不是很好，他平常可能所作所为都不好，可是呢，当我们善念发出去，有一天他被我们感动，那度化他来求道之后，他的九泉七祖呢都能跟着他一起沾光，而且呢，他的名字会从地府除名，天堂挂号，那了脱了这个苦海的汪洋。甚至呢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济公老师对我们的爱，就是平常我们不论是在修办道也好，甚至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只要是我们所作所为，老师都在我们的旁边，所以我们常说，只要我们一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一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只要呼喊济公老师救救我，那老师就会马上跑来我们的身边。那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这个就是我们在白羊期，然后修行呢，就是要让我们的对道的理念更加有信心。那个做志工呢，这件事情呢，就是要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他人而付出。那多做呢，就会消除掉我们的疑惑。为什么呢？后学分享一个故事后学在来昆山火石团之前其实后学的状态其实是
玩心还是比较重的一个，对后学。那玩心很重会怎么样呢？就是佛堂啊，不论有没有班，或许就是依照自己的心情心境，然后去去想上就去上，那不想上就不要去上，就是会自己做选择。那或许是佛堂二代，就是从小就已经求过道，可是对佛堂的许许多多的环境也好，或者是一些理念也好，其实都不是很理解，所以从小的认知就是说，如果要去佛堂上课的话，那就是会去上所谓大人的课，那甚至就是会坐在那边听了一长串完全听不懂的东西，那甚至呢就是长大之后有心，然后偶尔回到佛堂去听课，可是也听不懂，然后就会渐渐的就是睡着。那为什么到了伙食团之后呢，会变得不太一样？呃，原因是环境。为什么说环境呢？因为我们很多事情，我们常说，要去感受一件事情，就必须要先去做什么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，比如说，大家认知上，呃，手机是我们常常在使用的一个3C 产品，但它坏掉的时候，我们的下意识就是拿去维修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在财力没有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就会去抉择，就是抉择要修或不修。因为或许呢，因为3C是一个它是一个比较价值比较价钱比较昂贵的一个东西，那维修上面势必就是有一定的价格。那么如果遇到了我们不满意的价格，势必就是抉择。那这时候呢，就会有疑惑，我们就会疑惑说，为什么别人修一只手机要这么的昂贵？直到呢，我们如果尝试去真正维修一只手机之后，那花的时间、花的金钱，甚至最后，呃，如果有修理的完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把功能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之后，再去回想一下，就是别人花了少少的时间帮我们把东西维修好，可是花了比较多的金钱，跟我们花了比较少的金钱，可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完成了这一个维修的动作，那最后我们才能去感受到，原来在这个金钱的背后下是需要充足的经验与努力才能得到的结果。那修办道也是一样的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去脚踏实地的去做道场所谓的行道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感受说为什么浅显这么的发心，一直要到佛堂去去服务大众，然后甚至就是浅显邀约说有班，然后我们就马上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回去上课，这样对。那么呢，我们在最后，不是最后，我们在这个老师的训文之后呢，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就是我们要如何成为人间的菩萨哦。在道场常说我们要学道在日常，就是要去对佛堂，呃，日常生活当中的事物，就是要去敬天地礼神明。那我们就是早晚献香、拜佛啊、忏悔啊这些事情，就是把它挂在我们的心上，然后就是要存好心做好事，然后每天不外乎就是要跟大家说些好话，那让大家的心情都可以很开心。那修道在心场呢，就是要告诉我们要修我们的心，然后去除我们的12，然后要修我们的10善，然后甚至就是老师传给我们的三宝心法，就是每日都要去好好的修炼。那再来就是修正我们的脾气毛病，改恶向善。那讲到呢，就是要代天宣化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有机会来佛堂
上的每一堂课其实都很珍贵，因为每一个不同的浅显分享的故事，甚至是每个浅显整理的资料，或许都不一样。那对我们的认知可能会觉得，有一些讲师，呃，或许不清楚是不是每位讲师都这样，就是或许有遇过，就是有讲师就是觉得，课程上他可能准备的就是非常的充足，那遇到这个课题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一套课程。可是呢，或许在听不少浅浅分享同一个课题的时候，大家的观点不一定是会从同一个点出发，也就是像孝道这件事情好了，孝道这件事情的课题，可能有的浅显分享就是从父母的十重恩，然后甚至就是我们的常说的小孝、中孝、大孝、大大孝等等的。那有些浅显可能分享的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实行这个孝顺心，然后在日常当中，然后让父母感受得到。对，那也就是说，同一个题目，其实在不同的讲师分享的时候，他所呃引引引言出来的结论、心得啊，甚至是讲的内容，一定是有所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常回来佛堂听课，听的每一堂课其实都值得珍惜。尤其是如果像后学有在学习上台讲课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就是会不断的去期许说，哪一天或许可以听到哪一个浅显分享，或许可能改天会讲到的课程，那或许就会满心的感恩这样子。那再来就是办道在道场，就是要我们办道尽心，就是办道理解要庄严，然后要熟练，就是自度度他，己利人，己达达人。对，就是说我们平常都一定会有办道的仪式，那我们既然就是要承担办道的人才，那我们势必就是要把理解背的比较熟练一点，不要到真正就是上场的时候，尤其是在办道的时候，有浅显来求道，结果我们做上下指引或者是排班人员，那做的就零零落落，然后甚至就是上指引的东西忘记顺序，然后下指引的预告就忘记了台词要怎么念，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非常的显得这个道不太庄严，因为我们说在求道人来求道的时候，这个道好不好跟他没有关系，可是这个道好不好跟我们很有关系，因为如果我们表现的就是这个道真的是非常的好，而且朋友是相信我们才愿意来求得这个道，结果我们说了这个道非常的好，结果来到了这个办道仪式的时候，就发现为什么这个办道起来啊，怎么大家感觉就是很随便啊，甚至就是点传师在办道的过程当中，然后浅显讲的口令，却还要其他浅显来提醒的时候，其实就会显得我们办的这场道就比较不庄严这样子。对，那最后就是行道啊，就是在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就是要替天办道，替天行道，然后尽人道，达天道，然后行孝道这样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就是要把我们体现出道的精华。那这也是我们道场常说的学修讲办行。对，那相信这五件事情其实是说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可是其实做起来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常常借进佛堂，就是接近佛堂之后呢，就会有浅显给我们机会，那甚至就会有这个环境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多多去尝试去做这些学修讲办行。那当我们接到这个学修讲办行的时候，就是不要吝啬，如果自己的能力上愿意学习、愿意承担的话，我们就尽量去试试看，不要开头就觉得说，其他前贤好像做的比较好，那我一定是不行的。
如果我们的心态上面就是觉得说，我们一定是只有浅显可以，我们自己不行的话，那我们何尝不是反过来去想，我们所谓的浅显，对其他的浅显来讲，我们是否就是那个浅显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常要把自己当做就是他人的浅显，也就是别人口中的其他的浅显比较好，其他的浅显比较厉害。那当我们有这个认知之后，我们就会愿意放下这个心，然后去学习，直到我们将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熟练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常说，就是当一件重复的事情我们不断的做，我们就会成为专家。那一件精通的事情不会常常做呢，我们就会变成行家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如果都想要把事情做好的话，势必就是要从简单的事情开始一直做，然后重复做，不断的做，做到我们熟悉熟练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他人眼中的专家。那可是我们认知上不要觉得说，别人眼中是专家，可是我自己好像没有很好。那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态的时候，那我们其实就是不外乎就是在多加练习，让我们的所谓的他人的专家，让它变得更好。对，就是精益求精。那么呢，我们在或许在网络上看到这张图，觉得很好。他说我们修心是要修什么？是要修简单心，不染浊。那静心是要静什么？是要静心在我会说。那讲课要讲什么？讲求根本，体悟说，就是我们的故事。那办道要办什么？是办中修正，一生口，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。那度人要度什么？就是度己、恶喜、得孽受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就是在度化别人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也是在度化自己。那精进要精什么呢？就是精神一贯，自律就是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只要我们精神就是要不断的精进。那当我们可以把一件事情做成习惯的时候，有时候旁骛，我们常说心无旁骛，就是要让我们自律，就是不要受到旁边的诱惑影响。比如说，或者以前很喜欢出去玩，那如果道场有活动，那跟出去玩两件事情来做抉择的时候，后学想当然一定是选择出去玩。那在开始正式，应该是说开始对自己要求改变的时候，开始真正去体会道场讲的道理的时候，那这些诱惑呢，其实就会变成另外一种选择，也就是说，道场可能会是后学排在比较前位，那娱乐的部分的话，就是看状况、看时间，再说，对。那最后后学要来分享就是我们所谓的修办道。那约会菩萨就是有慈悲说，我们在修行修办就是修福不修慧的话，福中也造罪；修慧不修福的话，慧中也糊涂。就是说我们在修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一定要明白自己在修什么，而不要旁人讲什么我们就糊里糊涂，就是觉得浅显他浅显大德，他比较有智慧，所以他讲的东西全部都对。或者是说呢，那个我们平常就是都只听道理，然后听道理当中呢，就是盲从，盲从完之后，在做事情的时候，就是别人说的东西，我们就这样做，那也不知变通，这样就不好了。那么呢，金光老师有说，就是修道要从日常生活着手。就是有的人以为办道就是修道，我们有去佛堂就好了，参加办事人员，这是修道吗？不是哦，这只是办道哦。所以要这个是办道，也是行功了愿。可是呢，修道是针对我们自己去做的，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只要有任何一个，比如说我们的要改掉脾气毛病这件事情，那我们势必就是要观察我们自己，只要我的情绪有起伏的时候，我就要开始督促自己说，你的情绪起来了，
我们就要把这个情绪慢慢的改掉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做到改脾气去毛病。那办道是对众生哈，所以既然这个就是内外呢，我们就是要并进的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福慧双修。对，那老师有说，就是修道是修自己，不是修给别人看的。若我们今天呢，就只是修给别人看的话，那修道有什么意义？所以今天修道只是为了当讲师，为了人情的话，那我们就枉费修道了。所以只要是知道是充实的，为的是上台演讲，这不是修道的目的。所以一个人说道理说得再好，就是未必修得好。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平常就算是吸收了许多的道理道义也好，那在台上非常会讲课，那可是一下了台，我们又回到了众生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其实还是众生，就是没有再往前进。我们常说，如果那个什么，就是进步这件事情啊，一天进步个0.01，就是有在进步。可是如果今天在原地踏步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在退步。浅浅说什么？可以。好，那最后呢，老师在训文当中他是告诉我们说，就是问我们要不要自导文。浅浅还记得最前面后学的简报说什么吗？就是老师要我们手抱合同，然后细细听老师道来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自导文。那老师问我们说好，那老师就是希望我们徒儿们每天就是早上早起的时候，或者是睡觉之前，就是要各复诵一遍。那后学的习惯是这样，就是在后学之前有听学长分享这个自导文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都常听到自导文的这首歌，那自导文的这首歌就是非常的朗朗上口，那后学就是会在行经上班的途中跟下班的途中，其实都会稍微的哼唱一下。那其实这个也算是就是我们在附送的这个自导文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就是后学要分享，就是说老师跟我们讲，修道是一步一步走，道理一点一点的听，脾气一项一项改，礼节一遍遍的学，善事一天一天做，那为师呢就会保你成佛有余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行尽世间天下路，唯有修道不误人在这个自导文当中，后学就是觉得这个体悟非常的不容易，因为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训文其实是有点严肃的，但是在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呢，会觉得这个其实是蛮轻松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最后呢，后学要和大家一起来听这首助导文的后学下。现在的我是多么的幸福，现在的我是多么的知足，现在的我承受着上天无尽的庇护，走在光明灿烂，走在多金的修半路上，我是多么的幸运与幸福。这人生真是一门深入，我要将这一份幸福，与这一份幸运永远的传输。让不幸的人感受到这一份幸福，让不幸的人领受到这一份幸运。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当人间的菩萨。这是我的
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当人间的菩萨。现在的我是多么的幸福，现在的我是多么的知足，现在的我正说着上天无尽的庇护。走在光明灿烂、多彩多姿的修白路上，我是多么的幸运与幸福。这人生这是一门深入，我要将这一份幸福与这一份幸运永远的传出，让不幸的人感受到这一份幸福，让不幸的人领受到这一份幸运。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当人间的菩萨。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当人间的菩萨。现在的我是多么的幸福，现在的我是多么的知足，现在的我正守着上天无尽的庇护，走在光明灿烂、多彩多姿的修白路上，我是多么的幸运与幸福。这人生真是一门深入，我要将这一份幸福与这一份幸运永远的传输。让不幸的人感受到这一份幸福，让不幸的人领受到这一份幸运。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当人间的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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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好，那我们最后就是，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当人间的菩萨。那后学今天学习指导文到这边，然后感谢各位浅显的聆听。那讲课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不圆满，以及道义上可能不通顺，那再请各位浅显的指教与包涵。那祝各位道务宏展，法喜充满，谢谢。讲师优秀，赞。谢谢讲师。谢谢那个建凯讲师的慈悲，感谢。我们呢就是要把这个使命责任呢担起来，我们有去做，才会感受到这使命责任的这个重要。我们不是说只是听而已，就是王阳明讲的，我们要知行合一。我们知了后，我们要去行；我们做的话，才会有感受。所以我们师尊老大人跟我们讲，唯有身历其境才有的印象。你没有身历其境，要有印象困难，因为我们班师堂在开，但是我们有体悟吗？体悟以后，我们有在做吗？我们有做才能够感受。建凯他讲师他有讲啊，他从小就出生在那个修道的家庭，去听班的时候有时候听不懂，只是去打瞌睡。
然后他慢慢接触以后，他去承接这个责任使命以后，他才慢慢